大考中心已經公布115學年度分科測驗的成績，大多數的考生呢，攏猶閣是選考4個科目，也若選3科的呢，這人數是有比去年較濟寡。所有的科目內底呢，這頂標的分數是以生物54級分，這是上懸的；也若數學甲44級，這是上低的。大考中心初3公布115學年度分科測驗的成績，這屆差不多3.9萬位的考生報考，若各科選考的人數來比較起來，數甲的比例上懸，上少的有關是生物科。尤其這3檔內歷史、地理、公民與社會的選考人數攏有增加，若選考4科的比例有關是上濟。以數學、以歷史、地理、公民選擇這4科的組合，人數是跟百分比是最高的。大考中心講，各科的頂標、前標、均標、後標、底標，以生物54級分上懸，上低是數甲44級分。尤其數甲的5標攏是這3檔上低，數1的5標嘛比去年下降。這個分科18題哈，哇，牽一髮動全身哈，所以一題錯誤之差就可能會造成一些積分上的變動。因為這屆分科考試地理甲生物有出現有爭議的題目，大考中心強調袂送分，毋過未來更較認真來設計題目。對着公民科嘛有出現爭議的題目，大考中心坦白，確實是有收到袂少歡迎的意見。我們經過了很多的看了來函以後，經過了很多的討論，也再一次就教於一些學科專家。我們是維持我們的答案不變的。這屆分科考試受到8位風台影響來延期，早起9點開始就會使去查成績啊。若要來申請成績複查的，佇咧初6下晡5點進前，攏會使佇咧大考中心的網站登錄來申請。若登記分發志願的時間是初5到初8，放榜延後到17。記者綜合報道。